地盤佬的自律人生第3天，咁啊十仔又照舊5點鐘左右咧起咗身㗎喇。咁啊今朝其實已經開始學緊剪片啦，即係都唔係學㗎喇，實操緊㗎喇。咁就係咯，廁所有去埋。希望大家如果有啲咩問題可以盡情問啊，即係點解可以5點鐘起咗身啊，甚至乎點解我要5點鐘起身啊，點解想學呢啲嘢。今日阿十仔唔使返地盤，但係就要去上堂啊，上一個關於提升前線人員安全意識嘅課程。咁呢個課程呢，由某某大盤主導嘅，咁我就唔開名啦。但係呢個課程呢，其實令到我都有啲得着，可能都唔係有啲，其實有好多得着。最低限度呢間公司呢，佢有選擇去做呢啲嘢，其實提升前線管理人員嘅意識呢係好緊要。但係受制於前線人員呢，其實好多時候又因為經驗啦、自信啦或者能力不足呢，而忽視咗要自己要去管理呢一個安全措施嘅責任。呢個課程就俾我感覺到呢，大盤即係呢一間大盤呢係為咗啲工人好嘅，最低限度佢哋會有諗過先。